如果母亲怀胎10月算是对孩子的非法拘禁，那眼前的女人不但会被无罪释放，反倒还会得到嘉奖。旅馆里，女人满意十足地回味着刚才的过程，而渣男却蹑手蹑脚地拿着背包来到洗手间，嘴上贴心地陪着女人聊天，双手却准备着术前的专业工具，随后又拿出颜色不凡的注射药剂。可还没等渣男下手，外面就传来女人的尖叫声，女人的肚子仿佛隐藏着巨大的秘密。可渣男并没有惊慌，果断收起自己的作案工具，之后才带女人赶去医院。也就几分钟的时间，女人就变成了即将要生产的凄惨孕妇。但更凄惨的还在后面，渣男将女人送到医院附近，就像丢垃圾一样将女人扔在原地，然后伴随着声嘶力竭的 BGM 扬长而去。很快，医院就把女人当成了普通孕妇送进了手术室。哪曾想女人天生是个急脾气，还没等医生抢救她，就已经领了盒饭。既然大人没保住，那就全力抢救孩子。当捧出孩子的一刹那，所有医生都被惊掉了下巴。刚出生的婴儿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。等 FBI 小美带人赶来时，婴儿已经变成满身皱纹的老者，甚至都没了生命体征。鬼才被博士初步解答了大家的疑问，因为特殊原因，婴儿的白细胞分裂周期遭到改变，导致他从出生就开始迅速变老。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推测，贝博士把尸体带回了实验室。通过多方了解，小美也赶到案发的旅馆收集线索，但两人依旧是一无所获。而此时小美却注意到床单的材质，并说柜子里应该还有另一套床单。果不其然，里面真有一套凌乱未用的床单。凶手特意更换了医用的亚麻床单，就是怕留下毛发和血迹。几年前，小美就接手过凶手换床单的命案。凶手引诱年轻的女性，使用专业手法将其麻醉，随后从上颚下手，拿走他们的脑垂体。至今，小美也没搞懂凶手为什么偏偏对脑垂体这么痴迷。也就在此时，渣男又选中了新的猎物，并将魔爪渐渐伸向对方。博士得知凶手的目的是人的脑垂体，让他时好时坏的脑子突然联想到30年前自己曾经替国防部做过的一项实验，代号复制士兵，通过试管孕育出生命，用特殊的营养液驱使孩子长大，只需要3年，一名21岁的强壮战士就可以诞生。但在21岁以后，就要利用脑垂体中的荷尔蒙压制身体的衰老。难道现如今还有人在做这项有瑕疵的实验吗？